宜兰县固定设伫沿海的渔网啊，因为顶个月风台一个煞一个，甲真侪渔网啊创甲海溜溜，损失的金额超过3亿。业者了一个唔好讲，要靠无目屎。卫生员用吊车将渔网啊吊起来，渔网啊已经破鼓鼓，甜甜做一伙，这拢是因为风台关系。 风台少年线影响台湾，尤其是空气风台威力上强。虽然讲当年7月到10月拢会闪开风台季来收网，也毋过今年真正是要闪也闪袂过。往年台风不会那么晚来，所以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业者都已经下网下去了。是，然后它这个台风的突然 的转向也得打得我们每个人措手不及。按照惯例拍定，打造人工鱼搭。如今渔网的组结构，网具加做一伙，至少有23组严重受损，损失的金额来到3亿3千万，业者的心嘛拍甲球。目前县府在积极的在会诊他们所提供的资料，来报我们的中央来争取相关的一个现金救助跟低利率贷款。渔网的绩效无俗。 依照补助的规定，每一组上悬会当补助60万，也毋过甲成本来比，业者永远是要靠无目屎。啊那废弃网具影响到航行的安全，要变扫嘛是一大考验。我感觉加着伊的水啊，外海加些拢袂滴袂动。伊若浮伫水面呢，我若看到，若无注意到会去夹着，会去螺旋桨去夹着车的磨损。风台大拄走，又搁有东北季风。 海面上的状况真歹，实在是真歹出棚。敢来当等待风影稳定，协请政府单位赶紧清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